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日大家咧少解嘛解咧，有解后生人吼，其实都信做读书，读改变读书读过后咧是溜到改变来上班，所以到改变去认识了信做了只地方，认识了客家文化，啊去当下旅游，所以佢也出了当到旅游解说。今日特别邀请佢来到呢片，然后大家咧分享佢旅游嘅经验，大家咧分享佢其实係理解夢玲。大家好，我係夢玲。就这样，对不对？欢迎梦玲，对不对？梦玲是在新竹工作，对哈。用尽朋友可能目的，其实你以前在新竹念书，在交大念书，然后后来就留在新竹工作，到现在已经多久了？我已经工作8年了。8年了，所以在新竹其实是超过10年的时间。对。梦玲佢唔係客家人，唔過佢唔係都信咗跟他提供投訴，所以你也因為這樣的關係，你以前對客家完全不熟悉。对，其实，在高中、在大学之前呢，那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客家有什么样的文化，或者说在新竹，搞不好也没去过几次这样。是，对，因为你是基隆人，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基隆长大，所以一般人以为讲哦新竹，是因为后来因为大家都会说新竹其实有非常多的客家人，那当然在那里生活，你就会体验到什么是客家文化，所以你真的是因为去那边才开始慢慢的接触跟认识。真的。那我来考试一下，那你去到那边之后，你以前不知道的，后来你觉得原来它是跟客家有一点关系的，有什么？譬如，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花布，客家花布。哦，真的吗？哦，我还以为你是看电视的，不是，是真的到那边体验到的。因为我们有一次去做那个花布的那个春联。哦，就客家花布结合春联，创意春联，怎么样结合？就是那个客家的那个，就春联上面贴了一些各种不同的花布的图案。哦，所以这是在竹东新竹那一带，对不对？对。所以这是你以前不知道的，但后来接触到的。对。那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是你以前吃的东西哦？想想看，那个柿饼。哦，真的？所以你到新竹念书以前，你不知道柿饼？其实因为那时候也是高中之前的，其实以前没有太多印象。是，对。但是柿饼是到新竹的时候才开始吃的。所以接触到之后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对。可以你会不会觉得有认识不同的东西，或是认识不同的文化，其实会丰富整个你不同的感觉、视野或是文化的交流？当然。有哈。其实讲到动穷基了解马改东西啊，摸了解买东西。其实梦玲去过很多的地方，除了在台湾，其实台湾以外的地方也非常多。对，然后因为这样回来，其实你看现场带来好多你的著作，这都是你出的书，对不对？是。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哈，一个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师，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很宅，可是你很喜欢去外面玩。对，是哈。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其实呢，他们 Gideo 大家动有意思的，就是像脸书粉丝页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好，因为就是我到新竹工作之后呢，就是我创了一个社群，它叫风城部落，就是风不同城市的部落客聚在一起的地方。哦。那因为我们从新竹起家，就取这个风城这个谐音。对，因为因为新竹的凤洞台，所以你们又觉得跟风有谐音。对。风城部落，部落客的意思。部落客，所以这样的平台已经到现在几年了？今年已经满7年了。满7年了，所以应该有很多的粉丝。粉丝有多少人？大概4、5千人这样。是很多了。对，所以你们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所以你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是。譬如什么样活动？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先以旅行分享会为主，因为那时候大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部落客嘛，他们可能去了很多地方玩。那后来我们想说，新竹其实相对来讲文艺气息比较没有那么丰富，我们就想说来办一些文艺的交流会。对。那后来开始又有一些实体的小旅行。是。对，然后最后就开始办一些像体验活动啊、手作课程啊等等的，就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特别跟用亲朋友来少改，比如讲穷一都有安永改部落课里面，你们要带大家去新竹玩，你觉得你现在可以立刻跟大家分享什么？我想新竹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柿饼跟柿兰，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东北季风来的时候，那风特别强，要吹过风的柿饼才好吃。对，就降风。对，就这样吗？就这样吗？酒酱风的。是。然后呢，比如说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课程。对，像我们之前就是去那个新埔的柿子，然后看他们怎么做柿饼，
就柿饼加工厂里面看他们怎么做柿饼，然后还有做一些试染的体验，就体验染一些图案啊、颜色什么的。对。那我们也有去过像竹东那边去写书法。写书法？对。哈哈。因为我们有一次刚好因缘际会啊，就是去一家那个茶艺馆吃饭，然后发现茶艺馆不小心走进去的。对，因为它的前面有很多书法，它其实里面是餐厅。是。然后我就走进去了，然后就跟老板聊一下天，这样，才发现原来老板是当地的书法大师，这样。哦，真的，所以我们算是有眼不识泰山。所以然后呢？然后后来就是我发现他做的春联都会有花布。哦，哈哈。就是现在大家熊片走在看的都改，一下改春联就是有花，不是算自己的一种结合跟创意，对不对？对。然后呢，你们就这样跟人家变好朋友了。对，我们又去了3次，还带外国人去那边体验。哦，带外国人去那边体验，因为我看你们的资料里面，你们有一个国际大使。是。对，那也是你们的一个目标。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对，那其实那是我今年做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希望说让年轻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些在地文化，然后将这些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外国人知道。是，所以我们要训练他们的外语导览能力，然后让他们真的去带一场旅行。是，这是今年第一届，所以有成果了吗？12月17号的发表展。所以你们就真的会，比如说外国朋友来访，你们就可以用英文导览介绍台湾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对不对？因为对你来说不一定是大景点，对，是小景点，对。比如说像你们就会带外国人去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书法家的那个大师的那个茶馆，对。那你们上次带那个外国人喜欢吗？很喜欢，因为他就可以，他其实对他来讲像是在画画一样。因为书法对外国人来讲就是画画，是，对，这有可能啦。因为就像来对一款培龟改词，比如说我们看阿拉伯文字，或是我们去土耳其看到他们的文字，你让他们写下来，你不太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甚至有一些人很有意思，他会把泡面有没有，然后比如泡面沾了颜色，然后印在纸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像是他们那样的一个文字，可是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画一张图一样。所以对外国人来讲，基督看到安永改词，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对，那他们有练习写吗？他们一开始会先练习，大概写了几次之后，大概感觉到了，然后我们就会请他开始创作自己有興趣的圖案，是，也不是圖案，是有興趣的字這樣。所以不是圖案，是有興趣的字。我覺得這要很注意哈，因為動外國音給動好，你台灣發音改溫死，所以他們有時候刺青的時候就會不小心把字刺在身上，這個要特別注意。所以你們下次做導覽的時候，如果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念頭，要特別好好的跟他解釋，該他死什麼個意思，才決定要不要做那樣的事情。所以其實對於像去竹東也是你們的一個小旅行。对，它是其中一个比较近的一个行程。是，其实你认识真的，至少你提到做东该片就认识一个，他是一个客家书法大师嘛，对不对？而且你们是不是也去了苑里？对，哈哈，苑里最有名的是什么？令草。对，考试，因为令草对在那个地方曾经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所以你们去到那边，你们有体验吗？有，我们那时候我们也是带外国人去了，对，我们就是体验了怎么做怎么编织一只小鹿，小鹿就是 deer 小鹿，对，然后就是去体验。你们去到那边的体验，你们应该看到教你们的师傅都是比较有年纪的，大概就是妈妈的，没错，那你有看到他们用令草编织很多像其他的物件，草帽啊，他们会自己去编，但是他在教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教我们怎么编这样。所以你们真的就是去那里学习，去那里编令草。对，那有带回来吗？有，放在家里。所以你们以后如果说有安排这样的一个导览跟旅行，一样会去那个地方吗？对，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这样规划完之后，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所以你算是前锋部队。对，我们先试验看看这个行程好不好。那也许之后可以变成一些经典行程。其实，在梦玲的身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拱会非常的害羞吼，算是就是，可是可以感觉他内心
有非常丰沛的情感，要不然他不会吼。你看，许多大家提供都有感觉的是，总归是下一本书有冇？系冇咧，佢对大家提供都有意思的是，这是被串联对在台湾对立行有兴趣，跟你讲部落客对不对？全部串联起来，所以看起来很害羞，然后又是个工程师。我相信你内心应该是非常有丰沛的情感，哈，应该是吧？你看又开始很害羞了，对，头大家又嘛个故事做得了，大家咧分享，该书该写该内容又会嘛个，像大家先聊下，啉下茶，等下当中来讲。今天绕墙斗梦玲来到节目地读到大家的分享哈，我们跟大家再讲一次哈，就是一个害羞的工程师啊，其实没有啦，其实因为内心一定有非常丰沛的情感，所以你想想看，伊咧今天带了动动给下改书哈，我们这边有至少我们现场就有4本你的著作嘛，对不对？我们先从你的第1本著作开始分享，第1本给下的东西很嘛改嘞，土耳其进行曲，好，你看一下，你会发现很多是你的，像是一个心情游记，对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去土耳其当国际志工。对，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2002年开始，那时候无名小站刚开始红，对，那很多学校的同学都一定会申请一个个版。是，其实我在大学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个写作的兴趣跟一些能力这样。那后来在无名小站这个过程中，就是被学校杂志社挖掘，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写一些文章，开始训练一些文笔？对，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这个写作的课程训练。那后来其实我在大学那一年，大4毕业那年，我就想说，我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不同的事情，可以就是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想到说，也许我可以写程式，也写文章这样。好冲突哦，写程式也写文章。通常我们都觉得程式是硬邦邦的东西，那文章是很软性的东西，所以你就开始写了。那你去那边当国际志工，主要是去那边教英文。对，哈哈，好玩吗？好玩。所以你去了多久？我去2个月。2个月，所以这个暑假那一次去土耳其教英文，算是第1次。去国外，第1次去那么远，第1次去这么远，然后又是去教英文，对，而且是自助旅行。所以你那次的在结束的时候，跟你都该便宜告英文改时间。听说里面你在教英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土耳其的小男生启发了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土耳其的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活泼，而且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一直跟你讲土耳其文，从头讲到尾。他不是像台湾的学生很安静坐在那边，不是，他们就是一直讲话。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上课的时候要管控大家，然后要一直用英文去跟他们沟通，其实也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说当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跟他讲，一直重复的讲同一个句子这样。对。但是到下课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又跑去玩了。对，很正常嘛。对，很正常。对，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每次来找我练习的都是我上课教他那个句子，就是你上课一直重复的那个句子。对，他就找我练习，然后想要一直好认真哦。对，想要一直练习的感觉，但他只会讲1句，因为他第2句他真的不会讲。你没有教他吗？有，可是他可能也是害羞，他就是讲完之后他就老师有回答他了，然后他就走了。对。然后呢？然后隔天再来，然后同样的句子，会再换一下。所以据说听说你回来之后，那个小男生是怎么？你是在土耳其还是你回来台湾？就后来他后续怎么跟你？因为他那时候才10几岁，11岁吧。那其实那个时候没有 Facebook 什么的，所以我其实在离开的时候，我就在黑板上写的那个当时的 MSN。就那时候还有 MSN 这样，那我就写下来，我就说，那小朋友你们如果长大，你们哪一天想到我的时候要找我，你可以用那个 MSN 找我。这很有意思，感觉像在地球一个有没有很远的另外一端，然后你写下一个可以跟他联络的通讯方式。对，而且你的台词是等你长大以后，如果你想跟老师联络，可以跟你联络，所以你也没有想到他会跟你联络。没有，真的没有。然后你就回来了，然后后来是大概5年之后了，他那时候上高中了。那因为后来 Facebook 就很红嘛，就是大家开始越来越多人用。是。然后他就有一天就加我，然后奇怪，这个人好像很眼熟。他找得到你？他可能是因为我的 MSN 跟我的 Facebook 账号应该是一样的。有你的照片吗？照片也有，对。所以他应该是认人，然后就找到你了。对。那当然我看他第一眼那个轮廓有点
有点像，可是毕竟还是长大，可是小孩还是有点。小朋友长很快，你国小看到他跟他够重感世界，可能是2个样子，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他后来就找到我嘛，那他就跟我讲说他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重点是说他，请问他用什么语言跟你沟通？英文所以他英文进步了，可以跟我沟通了，至少他把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都跟我讲，而且他不是只有一句而已，现在是就至少一段可以沟通的文字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人生是很有趣啊，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机缘，他竟然会一直记得你，而且这样已经10年了，我们其实都还有一些联络这样。在我在2年前 TED 演讲的时候，他就录了一段影片，就是送给我们，送给观众这样。真的。对，那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因为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认识一个国外的人，而且是从小朋友那时候就开始认识。感觉上你去的时候是年轻人，可是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那种感觉。那你去演讲的时候，他录了一段影片，他讲了什么呢？他其实讲就是说这当时什么的是我啦，那当时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他有印象的地方。那后来就是写说他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我认识，因为有这样的机会让他可以持续的去学习英文。因为可能在当地他就是跟当地人讲土耳其文，他跟我他就一定要讲英文。是，所以这件事情带给你最大的启发跟动力。如果说每个人他有自己一个就是目标，跟一个你想要变的那个样子，那你就会去push自己去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坚持下去。是，所以我想对蒙林来讲，因为大家读土耳其该谁狗就是小男生，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毅力，所以其实带给你的启发是，即便你以后在新竹走谁工作过后，或者是你成立这样的一个风城部落，遇到很多的困难，你还是会觉得你不能放弃。对，只要你想去做，你就要去成就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对，而且我希望我自己可以鼓励更多人去做他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也是啦，对，因为一般都会讲，去干阿莫上东去走在下文章，走在下死吼，上东去走在下长喜婷婷。所以这是土耳其进行曲里面就会有很多你在土耳其当国际志工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很有意思哎，而且你可能给带了一本书非常的特别，因为你一般人因可能土耳其，你就会觉得那下一个国家会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改规格还个好特别改规格，是不是南美洲还是什么？就不是，也是马祖。因为其实我在马祖当兵啊。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马祖？因为我发现马祖跟土耳其很像。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关联，来你好好说一下。因为土耳其它在爱琴海的那个，它旁边有爱琴海，那有些小岛，那个海是很蓝的。那我在马祖的时候，马祖也是小岛。那它那个芹壁部落，还有那个沿着山建上去那个房子，就是砖石头屋这样。对。所以要看到海的那个瞬间，让我想起那个感觉，让你想起土耳其的那个样子。那二来是因为当兵其实会比较苦闷一点，所以我有时候无聊，心情抒发这样。在心情抒发，所以这边写了很多在马祖的故事，还是对马祖的故事，以当地的人文记录为主。以当地人文，那你在马祖应该很熟吼？你在那边待多久？当兵多久？当兵8个月。8个月，在住在岛上8个月。是，所以你应该把马祖的每一片土地都摸遍了吧？差不多，差不多，对不对？所以马祖那边也让你认识很多朋友。对啊，也成就了这一本。原来我们都忘了马祖。原来我们都那，所以你后来出了这本书，有让你在马祖认识的朋友们知道或分享？有，那时候出了之后，我就回去那个就是马祖那边办签名会、分享会。后来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又见到一个原本在这边当兵的阿兵哥回来，阿姨啊，还有小朋友，当时教的那些小朋友，因为我们其实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去帮他们辅导一下一些。所以你在马祖也在教英文。对，所以你在土耳其教英文，再去到马祖教英文。好，所以你到那边，所以很多阿姨啊、小朋友就回来，哎呀，大哥哥你出书了，是这样。然后来签书会，来分享会现场这样。是哇，好棒哦。然后最后一本是最近的著作，对不对？这本其实是2年前的书。是。那是我想把20岁到30岁整个过程中的记录，把它精华版浓缩起来。你怎么记得住？因为我一直都在写文章的习惯，所以我都会把一些重要的时间、历史发生的故事都把它写下来。对，历史大事记。对，所以就是集合出了这一本那
那一所名为旅行的大学，所以里面有很多个国家。你有记录你那一本里面记录了多少个地方吗？大概14个国家。我刚稍微翻了一下，你里面还去了克罗埃西亚。对，你怎么会想要去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现在是很红，大家都很喜欢去看，因为它的那有一个很棒的国家公园，所以你是为了那个地方去的吗？还是还是也是去当志工教英文？对，其实那时候主要还是因为东欧嘛，因为毕竟就是每个欧洲，我想西欧应该蛮多机会有机会去，但是东欧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一点。对，那有这样的机会，当然就是去看一下，对，那顺便也去了解一下，到底东欧的这个文化跟一般我们想象中的西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东欧的感觉让我有一个觉得淳朴的感觉，而且它那时候物价没有那么高，相较于西欧，对不对？物价没那么高。好，那你去的时候你觉得顺利吗？对，顺利嘛，就是比如在过海关或是过什么他们英文真的超级好哦，真的，所以不用你去教英文。克罗埃西亚英文也是超好，所以去那边没有问题。那边的风景你都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成为你这里面的文字论述。所以这一本书有办分享会吗？有，那是在。就是这1-2年，主要都是以这本书为主。所以其实根本你来到两篇，然后乡亲朋友都少改梦玲两本书哈，这两本书地图又当到记起到某种改国家改，都有改心情故事记录，对不对哈？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蛮重要的景点介绍，对。所以乡亲朋友讲，到底该用心改加提供许多改变走的人心用心改文法，人心用心改你看两本书是错的哈。先聊下，等下张总来讲。今日绕墙头梦玲来到节目第读到大家的分享哈，其实梦玲真的介绍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跟书哈。我觉得其实这些书事实上也是你成长的过程。对，你看到土耳其的本书就知道说，哎呀，那是他大学的时候去当国际志工，所以你看到马祖的时候就知道他毕业了，他去当兵，对不对？然后你看到那一所名为旅行的大学，你就是哎呀，这是他20岁到30岁，那他超过30岁咯，对不对？好，所以就告诉大家你的年纪，所以其实都有意思哎，实情是黑。我觉得其实你，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其实你是一个蛮幸福的人，其实蛮羡慕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有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工作算是辛苦，也算是稳定，但是我们想象起来是比较硬邦邦的工作。可是读安永改推如自爱嘞，他其实有一个很软性的兴趣，就是他喜欢写文字，对，然后喜欢到处看、到处旅游，然后更棒的事情是。很多人喜欢玩游乐，可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分享。然后你就在想你怎么办？那你就用脑袋瓜，或是用你的眼睛，把你走过的地方记录起来。像我没有办法写文字，对不对？然后我就会一直用眼睛看，看完之后再用脑子记，可是很快就忘了。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快就忘掉。可是像梦玲安永感应其实老给记录下来，带强又相片，还有文字，所以。更有趣的事情是他自己可以写，所以现在你们也希望别人也可以写，对不对？好，我手中这本书是应该算是去年的，对，这是我们第1届的圆梦携手计划出版的书。对，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先等一下说，但是这本书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就是说它不是你一个人的著作，对不对？是，其实就是因为刚才主持人讲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啊，那我希望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故事，那能不能影响更多人，让说想要一起完成一些事情的朋友可以一起参与这样。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推出个圆梦的携手计划，圆自己想要当作家的梦，也圆一些想要被采访、被看到的那些人的梦。所以我们想要把这2群人串联在一起，就是我采访你，我圆了你的梦，我也圆了我的梦，这种感觉。然后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不会写，我不一定能够写得好，但没有关系，就在这里学习。对。是这种感觉，它变成另外一个文章的平台。是，所以这本里面，在这个封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是梦玲与27位的圆梦携手，所以加你28位，是，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篇的文章在，超过28篇，超过28篇。而且我刚刚翻了一下大家做咧看到哦，就是两本书地图其实你也少改读推翻某种容改提风，对不对？台湾不一样的地方的。景点也好，或是吃吃喝喝。对，
就是我们这本书主要就是讲走读台湾，就我们希望你在走的过程中，也可以到那个定点的时候，把书打开翻，哦，原来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例如说，你到老寮，到了苗栗老寮，然后你在这个背包客栈住的时候，你翻看他书。看这个创办人他为什么理念来到这个地方，他想要为这个南庄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带着书一起去旅行，这样。所以大家做咧看到，我用翻一下两本书，两本书地图 Kitty 嘅相片，迄度非常介好。当然吼，大家会笑，唔系讲一本嘅例如书，所以唔系工具书，不是工具书，并不是说你去到那边他是带你去玩，不是，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个点，你会看到那个老板的故事，或是那个老板的创作心血在里面，所以心情不一样哈。那个比较是一个心灵式的交流，像这边会有一些包括你刚刚讲嘛，比如说住的地方的介绍，对，那地图有可能到，比如说不同的，像包括原住民的部落，对，也都在里面，对，哈哈，这对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对啊，因为而且重点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就是你去挖掘自己在地的故事，然后去让更多人知道说你这个周遭有什么样有趣的人事物，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然后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这边看到真的是哇，有面包哦，有咖啡，对不对？然后有定时，然后但是也有有趣的住宿，或者是像两片食物讲都嘿信中欧米。新竹峨眉这边的农场，对，所以你们也是去采访，对，所以这些都变成可以说是你们平台的我们讲写手，是，对，然后那接下来除了这本书，是不是也酝酿其他的著作要准备出来？是因为这是我们第1届的书，那我们今年做了第2届，那第2届我们又找了大陆区的写手，还有马来西亚的，我们这一届做了全球华人的这个平台，这么快，你们扩张的这么快，变有全球华人。对，因为其实网络世界真的是很难想象。当第一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好多人就看到，就觉得，我们能不能也一起参加这样？哦，真的吗？别人他们也想一起参加。是，所以就会有不同，比如说你刚刚说有马来西亚的，对，马来西亚的作家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这次有在上海区也有一个 team 一个团队，那他们也写了一些文章这样。对，然后你们就集合这些人的文章。那请问一下，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写手，你们一样是写景点吗？或者是地方介绍吗？这本书第2本书我们主要讲到的是关于年轻人的一些思维，像国际观啊，还有一些未来观的事情，以当地人的角度去看，你认为这个社会上的能力应该是什么？是啊。听起来有点哲学感的感觉。对，比较有强调一些就是自我价值的追求等等的这种。自我价值的追求，我觉得梦玲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你很棒你应该内外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你看这个比较自我价值的认定、自我意识的想象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的一本书，其实希望下次在节目里面有机会赶快跟大家来分享。我真的很期待，给青斗改骂瑞信啊改写手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这样的一个整个就开始扩张到整个国际去？对，而且不但是这样子，其实你们是不是有推什么怎么样的讲座，还是怎么样的活动？新武力时代，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新的名词，可以很有马改东西。对啊，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所有的学员啊、写手们做过一些了解调查，那我们也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整理下来，那我们就把它整理出这年轻人需要的新的5个力点。太棒了，太棒了！好，你看黑公又content时间，用尽朋友哈，黑公你我哈又。年轻人对不对哈？是最需要培养的新武力，是不是？然后感觉上梦玲老师要开课了，好，除了英文以外，来分享一下。对，我们当天是办了一个国际年会的讲座。那我们第一个力，我们强调自信力，就我们希望说每个人要对自己有自信，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请了一个印度的老师，我们当天是用英文演讲，然后是印度跨海。他讲的是马上就没自信了，因为听不懂。对，他讲的其实蛮慢的，就是我们有跟他讲说，就是英文要讲的很慢。就不会啊，老师你很奇怪啊，我就不会英文啊，你讲很慢我也听不懂啊。我们会有口译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对不起，继续，这是第一例，对不对？对。那第2例我们讲判断力，然后这时候我们请来的是就是在百度工作的一个产品经理，哇哦！那他在上海百度工作，那他是当时我们去上海的这个交流会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伙伴，那他就分享说他在新创公司到百度工作等等这个过程，他怎么样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可能30岁不到就变成一个产品经理，
它的判断点在哪里？糟糕，我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好，第三例是探索力。那这是我们找一个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去非洲探索，回来之后做一个华人的非洲资讯平台。哇，非洲资讯平台，哇，呵呵，那叫哇 Africa。好，很好，就哇非洲这样对。好，然后呢，那第4个我们讲的是感动力，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这个故事化成一种可以感动的力量，感动别人，感动周遭的人。那这就是一样是邀请，对，我们邀请一位他是在澳洲打工的年轻人，对，那他回来台湾之后，经验分享，对。刚这样有5例了吗？还有最后一例，自信嘛，对不对？你看我都有认真听，自信嘛，你听从有此行嘛，听音，判断力。我顺序如果错了，不要骂我哈，老师要有判断力嘛，对不对？然后刚刚是说什么探索力，然后感动力，对，最后一例，最后一个就是执行力。讲那么多，这最重要的。对，你躺到俺豆子，可是你都不去做，你一直在家里想说我要有自信，对不对？我要有探索的能力，然后我要有判断能力，可是你一直在家里不动，对，不行，要执行。是，然后最后一个例就是由我负责主讲的，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怎么样一直坚持一个理想，坚持一条路在执行这些事情。所以这就是你们其实算是分享会，对不对？是，然后也算是一个。类似像演讲的一个活动，对，或是就像你之前讲说，你可以TED 演讲这样子，所以这5例，那你们的受众群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不对？对，其实主要就是以学生到20-30岁的年轻人这个族群为主。是，所以应该学生也给你很多的回馈。是啊，就是有高中生吗？这么很年轻的？高中生好像是没有，但是大部分都是大学左右的。就是大1以上的，他们都对这种主题都蛮有兴趣的。是，所以乡亲朋友因为启动基本一抢到猛力的俩片，其实黑公躺一工会还是会觉得感觉上未来充满希望。对，因为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读 NT 改圣改地读，我们会觉得好像很苦闷或什么，可是事实上心中还是不要放弃那一丁点的梦想，对不对？我觉得我应该要重新燃起我心中的梦想，对不对？我觉得可能我要更加强的事情是，比如说探索力这一个部分，对不对？因为其实不能只是停留在原本哈。希望今天梦玲带来改故事，大家又不给鼓励到，所以在这边非常谢谢梦玲的分享，谢谢。希望有机会再来介绍你的新书，谢谢。好，是梦妮。好，乡亲朋友，3年哈喽，感谢给你有在走人同流。